尿氨酸加埋 alpha 同戊二酸，英文簡稱 OKG。我哋之前分享過，佢可以點樣幫到一啲老人嘅肌肉退化問題啦，同埋對一啲嚴重燒傷人士喺呢一方面嘅幫助。嗱，而家咧，我哋又繼續睇下佢對一啲長者仲有啲咩其他嘅好處啦。營養素對於傷口嘅復原咧，其實有好重要嘅作用。佢會幫助傷口快啲好返啦，保持你個免疫能力，同埋減低受感染嘅風險嘅。嗱，所以咧喺傷口復原嘅過程裏面，我哋咧係好需要有一啲好嘅營養素去促進身體組織嘅生長啦，同埋修補。當我哋吸收唔到足夠嘅營養素，尤其係蛋白質嘅時候咧，就可能會出現一啲營養不良嘅情況，對健康構成唔同程度嘅影響，同埋咧亦都會令到呢個傷口復原嘅速度咧減慢咗嘅。對於長者嚟講，由於佢嘅身體裡面個分解代謝會比較高。蛋白質嘅分解代謝咧，係會令到傷口嘅復原速度受阻嘅。嗱，對於身體裡面嘅蛋白質減少咗，其實淨係靠增加氨基酸嘅數量咧，係唔足夠去改善嘅情況嘅。嗱，如果同時可以加埋一啲能夠促進呢個合成代謝嘅因素，嗱，好似一啲生長激素咁樣，就可以更有效咁樣針對呢個問題。補充維他命 A、B 同埋 C， 仲有一啲蛋白質，特別係當中嘅精氨酸咧，都可以幫助呢個傷口復原嘅。而我哋一路講緊嘅 OKG 喺研究已經證實咗，佢係可以增加身體裡面個精氨酸個製造嘅。所以 OKG 對好多身體嘅機能嚟講咧，都有住唔同方面嘅幫助。嗱，OKG 亦都可以促進咧長期一啲營養不良嘅人士，例如長者咁樣，可以增加翻我哋嘅營養狀況。厭食症同埋體重下降喺一啲年齡比較大嘅人士身上咧，係會經常遇到嘅問題。隨住年紀增長，進食量咧係會因為一個人平時個體力活動少咗啦，同埋休息時嘅時候個新陳代謝減慢咗咧，而進而下降咗個食量。研究人員咧就揾嚟咗194位年齡平均喺74歲、行得走得、啱啱得過一啲急性疾病而好返嘅長者，做咗個雙盲對照嘅實驗。喺為期2個月裏面，每日午飯之後，佢哋會服用10克嘅 OKG 或者一啲安慰劑，之後有4個月嘅觀察期。服食 OKG 嗰組咧，喺食慾同埋個體重方面都有明顯嘅改善。喺實驗之後嘅2個月，我哋留意到原來服食 OKG 嗰一組咧，無論係生活嘅質量指數啦、醫療成本嘅指數啦，都係會比食安慰劑嗰組咧有好明顯嘅改善。而 OKG 咧，亦都可以令到整體個醫療成本咧下降咗37%。咁研究人員就認為 OKG 咧係對一啲復康長者一啲係又有成本效益又有效嘅營養補充劑。嗱，OKG 除咗對身體分解代謝較高嘅人，例如長者有唔同方面嘅幫助，佢亦都可以應用於一啲癌症病人身上㗎。嗱，腫瘤咧會令到患者嘅食慾啦、體重啦、肌肉重量啦、氨基酸啦喺一啲肌肉同埋血液裡面嘅含量都會有下降㗎。嗱，因為 OKG 可以減低分解代謝對身體嘅影響，所以研究人員就擔心啦。OKG 會唔會有助長咗呢個腫瘤嘅機會呢？於是乎咧，研究人員就喺老鼠嘅身上做一啲實驗，睇下 OKG 對腫瘤以及身體嘅其他狀況會有啲咩影響。咁個結果就指出咧 ，OKG 咧依舊係可以減少一啲肌肉蛋白質嘅分解，改善到一啲肌肉蛋白質嘅平衡，但佢對於腫瘤嘅重量啊、腫瘤裡面嘅氮成分啊，或者一啲氨基酸水平啊，就唔會有一啲壞嘅影響。所以 OKG 咧，亦都係一種咧對唔少疾病好好嘅營養成分，係增加到個服用者嘅營養之餘咧，又唔會影響到一啲壞嘅情況，例如癌症腫瘤啊，唔會令佢哋病情去惡化嘅。